大家好，我係茂哥。呢排 Rocky 認真紅啊，又同報章講自己破產，又再翻題食個 double 味脆壁瓜，認真識自我宣傳啊。而講起大隻嘅 Rocky， 一定諗起香港先生啊。香港先生喺2005年首度舉辦，之後就連續搞咗6屆，去到2011年。而隨住153嘅死敵余詠珊接手無綫綜藝科之後就停辦，當中香港先生出咗多個令人印象難忘嘅港男。坦白講 Rocky 算撈得唔掂嘅呢，因為已經入罪嘅張元偉豪娶咗有錢嘅內地闊太高君賢，已經生活無憂，當中仲有件同三奶搞到唔清唔楚嘅黃長發，當然仲有姓藍翟威廉呢。今有 Rocky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嘅老婆，但同時又有袁偉豪高君賢靠老婆個個生活富足。即刻講下港男嘅下場大不同啦。第一個要講嘅當然係現年58歲嘅 Rocky 鄭健樂啦。Rocky 1990年代已經從事健身行業嘅啦，曾經擔任張學友以及李慧敏嘅私人教練。2005年佢同高君賢同屆參選香港先生嘅選舉，獲得健力組嘅冠軍。鄭健樂同前妻離婚之後，育有2子，同患自閉症，長子就跟佢，幼子就跟前妻生活。而 Rocky 剛剛接受香港01嘅專訪，佢確認自己身處破產令，即係強調債主你唔好再搞我啦。佢透露破產令仲有2-3年先屆滿。佢指疫情期間健身生意停擺，加上要應付前妻嘅離婚以及撫養權官司，致使破產。但網友們普遍表示難以置信，因為欠債金額淨係幾十萬，男人老狗點會連幾十萬都冇啊？擺明走數啦。另外 Rocky 早前俾人貼街招，指控佢食軟飯以及欠債破產。喺訪問中，佢被提及同崔碧嘉嘅一事，佢喺電話中劈頭第一句就話成件事我同 Anita 係拍拖，真係拍拖。佢公開2人 WhatsApp 嘅對話截圖，崔碧嘉確實係有同 Rocky 講 I love you， 照道理有機會進一步發展，但其後崔碧嘉或者知道佢負債累累，果斷拒愛。而2025年尾呢段父女戀草草收場之後，今年嘅3月底 Rocky 又再晒新歡唐飛合照，而再度炒車。自稱瑜伽教練以及資深私人健身教練嘅唐飛激動澄清，本人同 Rocky 冇任何關係，朋友都唔係。唐飛稱唔該 delete 晒我哋嘅合照同你啲 highlight， 等一連串嘅割席對白。Rocky 3數月內2度就炒車，顯然未有學精啊！大批網民留言陰公睇到都想喊 ，Rocky 加油，憑實力單身，一齊去放狗，影晒相都話唔係朋友。不過男嘅都癲嘅啦，出一次街就要擺 highlight。Rocky 又幫女上位，午後淨係知 Rocky 呢鋪清純男變清袋男啦。正確講走數男先啦，走數幾十萬。第二位要講嘅，即要數到港男之光嘅高君怡啦。同財困嘅 Rocky 唔同，高君賢而家認真 fat 啦。2005年第一屆嘅香港先生選舉，佢生得高大靚仔，又識彈琴、冰上曲棍球、滑雪等，半軍可算話實至名歸。而佢亦甚受女性嘅歡迎。2001年被爆同港姐半軍葉翠翠日久生情，而有同事暗交木蘭情下密遊香港嘅迪士尼，被指疑似一腳踏兩船。3個關係錯綜複雜，其後高君怡同木蘭情下斬纜，強調2人拍拖好短時間，對方淨係識簡單英語，異地情就難以維繫。而挾港男半軍之名嘅高君怡隨即簽約成為大台嘅藝人，不過佢所拍嘅戲份就越嚟越少，捱足9年就有名無利。拍劇裏面非禮阿婆，上節目講痔瘡都要做，一度令佢患上抑鬱症。2014年佢決定約滿北上揾人仔，之後更憑古裝劇《山海經之赤影傳說》而彈起，後來更喺包青天裏面飾演展超。
2015年佢同朋友合資過百萬喺長沙灣開設居酒屋，看似事業同埋愛情都得志。而喺內地發展咗6年之後，佢決定回流香港，於2020年簽約邵氏，令人意外。當時有指佢同億萬千金兼落選港姐吳悅彤交往，不過佢就指兩人只係曖昧關係，未有正式交往。2024年佢飆過美會，喺社交網發布婚照以及孕照，宣布同年青10年嘅圈內女友雙喜臨門。早前兩人已經喺加拿大註冊結婚，唔少網友都直指高君賢嘅太太顏值平平，撞樣豬扒港姐張嘉怡。不過有人爆料指佢老婆其實係一個富婆，曾經結婚同埋有小朋友。高君賢就回覆時承認太太喺20幾歲時曾經結婚，有2名嘅小朋友，但於2022年已經離婚。佢又指太太開中醫美容院，但就未有承認或者否認太太家中是否富有。第3位就係黃長發啦。高君賢之後嗰屆2006年，黃長發當選港男嘅冠軍。目前嘅演出一般都係做下啲閒角，最為人所知嘅反而係佢嘅情史。2009年，佢因為教法文而踏上比自己大16年，同鞋王鄧劍群有個5歲女嘅三奶 Karen。當時兩人愛得轟烈，男方放棄聲圖，女方就被鞋王山水喉，更被入稟法院追討物業。當時 Karen 遭收車收樓，但仍然堅持要同黃長發喺埋一齊。但冇幾耐，黃長發就向 Karen 提出分手，令呢段關係維持半年嘅姊弟戀宣告玩完。而當時鞋王鄧建群更激動咁講，同佢行埋一齊我都覺得醜。人財兩失嘅 Karen 就四面楚歌。而之後黃長發就宣布退出娛樂圈，轉行做會計師。後來佢 Elite 嘅模特兒公司做經理。2015年佢同捷克籍嘅女朋友拉埋天窗。最後一位壓軸登場嘅就係真人生贏家袁偉豪啦。2007年嘅港男冠軍袁偉豪被譽為最成功嘅香港先生，因為娶咗家中甚有米嘅張寶儀。而參選時佢俾人叫做維他奶仔，因為17歲時曾參與維他奶嘅廣告。1997年又贏咗 Yes 嘅校花校草選舉，同時兼職做模特兒。加入無線之前都係做下 model 同埋啲藍領工作，而港男奪冠之後隨即加入無線，喺大台打拼近10年之後，直至2016年憑城寨英雄中牙佬嘅一角彈出，成為當家小生。相比事業，佢嘅感情生活可能更係焦點。佢一度表示同2012年最上鏡小姐女友岑杏賢會拉埋天窗，但係2016年底突然宣布分手。而8個月之後，2017年嘅8月，佢承認同2016年嘅港姐張寶儀拍拖。2020年嘅4月，兩人更聯名斥資6500多萬及清水灣嘅澳龍一個花園複式單位作婚後嘅居所。婚後兩人育有2子，呢個真係最後啦。許家傑2009年參選香港先生奪冠，喺幕前就撈足10幾年，可惜做親嘅都係大配角。較多人認知佢嘅係介入龔嘉欣同埋鄧健泓之間做第三者，而最終喺2017年佢憑處境劇《愛回家》裏面飾演宋水輝一角而廣為人知。2021年佢同林淑敏一齊憑《愛回家》喺台慶中奪得最受歡迎電視拍檔獎。最靚仔嘅香港先生可能都有得拗下，但講到最識走數嘅香港先生，非 Rocky 莫屬啦。你話 Rocky 純情男，我話 Rocky 認真識玩啊，唔係點扮豬食壁瓜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，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，可以 Super Fans。多謝咁多位，尤其係會員嘅支持。